师傅，你回来了，怎么去了这么多天啊？有多少天了？我觉得很久了。先生，您累了吧？先进屋休息休息。好。哎，梧桐怎么样了？啊，挺好的，可能快要生了。哦，马童啊，你马上就要做父亲了，可要好好的照顾梧桐啊。哎，来。先生，喝点水吧。师傅，葬礼大典办完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隆重啊？师傅，是不是宫里出什么事了？结束，这应当就是结束。师傅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朝盟2位王子争斗激烈，姬蒙匆忙继天子之位，那姬朝又岂会善罢甘休？宫廷内乱，看起来是在所难免了。那先生为何不用大道学说劝一劝他们呢？这2位王子为了欲望，早已失去了理智，不可教也。这是篡位！山西老贼！你派兵占领王宫，威胁重臣，使姬蒙登基，这分明是篡位！姬朝却咽不下这口气。殿下，我们一定要把王位夺回来呀！我们一定要夺回王位呀！对，我们一定要夺回王位！好，我们有多少人马？禀殿下，我已将焦、药、剑3座城邑的甲兵10000余人集合完毕，就等殿下一声号令啊！好，跟我杀入王宫，夺回王位！陛下，刚得到探报，姬朝纠集亡命之徒近10000人，准备攻打王城，夺取王位。这便如何是好？这可怎么办呢？陛下，你莫慌，臣立即派人做好迎战准备。好，快准备！不好了！陛下，王子朝叛军已经开始攻打王宫了。单司马，快派人迎敌！诺。到城下了，这是好啊！哎呀，如何是好啊？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呢？陛下，不好了！刘志大夫以身殉国，姬朝叛军已杀入王城，正向宫内杀来。什么？进宫来了！
怎么会这样？这如何是好啊？陛下莫急，臣在附近还有伏兵，臣马上杀出宫去，阻止他们，保护陛下。这如今这个如何？我注意啊！这城一都完了。怎么办呢？王兄，王兄，依我看，你还是先退出王宫吧。不，这是我的天下，我的，都是我的，这是我的城池，我的，都是我的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都是我的，我不走，都是我的，王兄，我不走，王兄，我不走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童心，师傅，外面打起来了，全是士兵。知道双方是什么人吗？不知道。哦，马童，师傅，长虹大夫来了。长虹，师叔，不好了！王子朝叛乱，带兵攻打王宫。什么？外面都是士兵，许多尸体横在街。
同心，小心。师傅，看这衣着，还是个大官呢。这不是知荒大夫吗？真是罪孽！如此官位显赫之人，就这样横尸街头，这都是争权夺利所致。到死都还没有弄明白，名和身哪个更重要？抓住他们！那边有人，那地方有人，快杀了他们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就拿姬猛单骑的同党！快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这2个人深夜在外，而且手里还拿着兵器，一定是单骑姬猛的同党，杀了算了。王子殿下到！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禀殿下，发现2个可疑的人，可能是单骑的同党。这不是老子先生吗？你不在府中，来这儿做什么？王子殿下，我要去守藏室，途经此地。那你为何深夜要到守藏室去啊？刚才我在府中听到外面杀声混乱，我担心藏室有失，因此前往。妈，老子先生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就是要争，只有争才有机会。你的那套不争之学说，完全是没有用的学说。现在不是都证明了吗？我姬朝马上就要将姬猛赶出王宫，这天子之位必然是我姬朝的。走，跟我杀入王宫，杀死姬猛。走。师父，这权力的欲望太可怕了。我看这个姬朝已经疯了。高伯，这里没发生什么事吧？啊，没有。先生，同心。掌中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先生，就是点皮外伤。先生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回来的路上啊，遇到了官兵，二话没说，还没来得及躲避，就被他们给打了。还好，伤得不打紧。哎，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也是担心守藏室遭到艰难，所以来看一看。先生，现在外面很乱，那些官兵像丧心病狂一样，您一定要小心啊。是啊，我们来的路上碰到王子朝和他的兵马，还好他们在追王子猛他们，也没有为难我们。陛下刚刚驾崩，朝内上下一片混乱，
看起来，这种情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得有所准备，以防不测。我们听候先生吩咐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们就把走的事情。千古之谜。长虹。不对，他一定知道什么。师傅，长虹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哦，师傅，天快亮了，我看这儿暂时也没什么事，要不咱们先回府吧。我担心梧桐，她万一临产，马童一定手足无措的。是啊，先生，我们在这儿守着吧。先生就放心回府吧。那好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先生放心。好，走吧。嗯。梧桐，你要坚持住，坚持住！这是童心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怎么办呀？快去！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郎中啊！你等着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！你快点回来！啊！哎，马童，怎么了？马童，一直慌慌张张的，干什么去啊？先生，童心姐，你们可回来了！梧桐要生了，我得找郎中。这兵荒马乱的，上哪儿找郎中啊？前街最里面有一家有郎中。马童，你速去将他请来。哎，不，还是我和你一起去吧。先生，这……好了，不要婆婆妈妈的。童香，你先进去照顾梧桐。马童，我们走。哎，让各位受惊了啊！伯兄，三思啊！这儿没你的事儿，给我滚开！诸位，王城已经被我占领，逆贼刘志已经被我伏法，逆贼单骑也已经被我打败。虽然逃跑了，但我的军队正在对他进行追杀，相信不一会儿就能将他的人头提了。各位放心，我姬朝对我的兄弟、大臣绝无恶意。姬朝，你放屁！没有恶意。我呢？我是经过受封的，我还主持了礼葬大典。你呢？你难道不是为了夺王位而攻打的王宫吗？
没有恶意。你畜生啊！马童啊，师傅，别紧张，一切会没事的。哎，生了，生了，终于生了。师傅，我马童有后了。生了，生了，是个大胖小子，母子平安。太好了！急什么呀？等会儿再进去。师傅，梧桐生了，是个男孩，男孩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这孩子生于兵荒马乱之时，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师傅，我看啊，就叫他马太吧，让他安泰一生。好。好，就叫他马太。马太，一生安泰。师傅，就叫马太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别动，都别动，都别动！你夺王位，夺王位，我就是夺王位，怎么了？你姬猛无德无人了，明明是靠擅擒老贼逼王公才夺得这天子之位。倘若对这些听之任之，我大周江山岂不废也？无德无人，我无德无人。姬朝，你虽是我王兄，但父王刚归天，你就发动叛乱，使大周不得安宁。你枉为我大周的王子，你还妄想做天子，你可耻啊！姬朝，你禽兽不如，可耻啊！真是可耻啊！我让你骂！禽兽不如，王兄。还有谁敢反对我姬朝的？谁都站出来！站出来！天子乃一朝之君，统管山河，统领百姓。为君者，要将自己的尊贵荣华放下，一心为天下百姓着想。既要能承担国之屈辱，又要能承担国之危难，造福万民，而不为天下百姓所知。如此，方可谓之为真正的天子。若为一己之私而争天子之位，即使争得，也不可长久啊！先生所言极是啊。有2句话，请殿下谨记，此乃处世为人之本。先生请讲。以其无私，故能成其私；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先生，
基盖一定谨记先生所言。还有谁敢反对我击朝的？全都站出来！这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全疯了，全疯了！马童，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这个世道全都乱了，街上人都在讲，先是王子猛为了夺权，把王宫给折腾了一番，现在又来了一个更狠的王子朝，他竟然杀进王宫里篡权。软禁了众大臣，赶走了单骑将军，而且今日在大殿之上，他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皇帝，简直疯了！残暴如纣啊！此乃天数，大周数百年，气数尽矣。该来的。总该来了吧？玄关出事了！玄关出事了！玄关，殿下，玄关，玄关出事，玄关出事了！玄关，我的玄关，我的玄关！这便如何是好？这便如何是好？大周要亡了！这是什么呢？你看看，这是天意呀，劫难呐！大周要亡了！
玄关落，预示着大周将亡。长虹大夫，快带我去见老子先生。好，快跟我来，来。长虹，有大事发生了。发现了什么？这副藏书简残缺不全，有前无后，有后无前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符藏。昨夜，我因担心战乱损坏书简，去查看时，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感觉。哦，这符藏肯定不是全部，其他地方一定还有书简，只是在哪里呢？是不是因为战乱被人隐藏了起来？我也曾查过这些符藏，却未发现丝毫线索。看来，这千古之谜是很难解开了。长虹啊，你难道真的不知道这守藏室的千古之谜吗？师傅，外面有一队人马向守藏室而来，似乎是王子乔的人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去吧，我留在这儿，看看他要干什么。师傅，你不用担心，去吧。长虹大夫，殿下到！老子先生，暴雨洪灾之后，这藏书室如何？殿下请放心，
藏书士安然无恙。大胆！殿下到此还不跪下！混账东西，这还轮不到你说话，滚下去！哈哈，还让先生见笑了。不知先生可曾听闻京城所传的流言蜚语？李尔不知。先生果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啊。前些日子，天火烧着了九鼎殿玄关，现在整个京城上下却因之流言四起，什么天降恶兆，什么大周气数已尽，全是一派胡言。哼，这些个糊涂百姓，迂腐的小人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请先生出面告知天下，这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。以李尔之见，大可不必如此。怎么，先生不肯帮我这个小忙吗？自古流言蜚语，且无中生有，夸大其词，在事实真相面前，必软弱无力，不攻自破。哼，完全不必刻意而为，就好像水中的波纹，必将因时间而归于平静当中。你好，好一个流言止于平静中，又是你那套无用之理论。哼，我偏不信这一套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不好了！单骑杀回来了！你怕什么？来的正是时候，我现在就去杀了这个老贼！殿下，殿下，不行！单骑这回聚集了几万人马，我军战败啊！什么？这实在撑不住了，快走吧！完了，这次全都完了。看来是天要亡我姬朝啊！殿下，莫急，我们再重振人马，跟单骑死战。